欧洲太保山系世界青苔嘅珊瑚山，当年记者嘅会判目前面嘅亚比赛会有各地嘅人去参加。今年颁奖典礼后，有一啲对一个台湾屏东县嘅客家后生嘅吴志贤，伊头一摆参加比赛，利用海龟韩国阿楚吳也两种作品，对400人嘅作品当中本人先导，得到一个书奖、一个银奖，也系唯一得奖嘅台湾人。吴志贤更加替太保山做海带摄影师，伊想要透过作品来为海洋生活讲话。坐等上水中去，拿等风水嘅翕相机伫海钓度，抽来抽去，唔只显当夜条路，就系爱天堂人客，老蒋嘅太保山向下翕相，有时节太妈咪嘅苏妹还会切架抽过来，一种做世界下随数翕到嘅作品，同神话咧展现出阿楚当伫海葵顺好，食材嘅抽来抽去，贵重相片同小姐。拍到当优秀，故说佢啲快人时海带摄影比赛得到书奖。100枪击广角类第2名的时候呢，还有叫到希望物，不会吧？又中了一次。然后其实我就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开心啊！而且当下我在台上啊，看着满满的外国人在台下，然后帮我拍照。也种关海龟往期嘅动分言对海带翕共上嘅相片，真地位控制到贡献同海龟嘅用嘅，其出呢再个得到1面银奖。台北参加比赛，就得到2项奖，也2年来都伫国外做事嘅吴志贤就当感动。消息传转频道，当挂掉佢嘅不可逆嘅尺度当安慰。没想到他还得奖的，还拿到第1名，让我们很高兴啊，也很欣慰。这些水里面的画面呢，如果不是透过水底摄影师，它其实是不会被世人发现的。那我就觉得这是我现在工作可以去表达给没有潜水的人，让他们知道的一个工具。也下系做上水摄影师的吴志贤，先前是做过尝试实验时，是参加台湾结合间天使台的专案，认真同好台海嘅天去澳洲落成去做上水实验，唔但像系兴趣，亦希望结合气象嘅专长，为搅拌起沙皮台中地好下，将嘅海洋生态同丰富资源。客新闻范启雄、陈凤仪、屏东报道。